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下天氣。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今朝早嘅天氣報告，我係梁麗麗。今日咧受到一股東北季候風所影響啊，咁所以天氣咧都幾涼下㗎。喺今朝早6點，各區氣温咧普遍係介乎喺20到21度之間。咁同琴日同一個時間去比較咧，普遍咧都低咗2度㗎。咁所以大家出門口咧就要着翻件外套啦。而至於天色方面咧，喺大範圍嘅衛星雲圖咧就可以見得到啊，沿岸地區咧都被啲厚實嘅雲帶所覆蓋住嘅喎，所以今日咧天色嚟講咧都係多雲為主啦。咁今日嘅詳細天氣預測咧會係咁樣嘅，就係多雲有1兩陣雨，天氣咧係稍涼㗎。日間嘅氣温咧會徘徊喺22度左右，而風方面咧就會吹和緩至清勁嘅東北風，初時離岸同埋高地咧係間中吹強風㗎。而至於嚟緊嗰幾日天氣咧，我哋就預計咧，聽日咧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啦，早上天氣咧仍然係稍涼。而去到咧星期4、星期5咧，到時受到東北季候風嘅補充所影響啦，咁天色咧會係大致多雲啦，而且風勢咧會係頗大㗎。今日天氣就講到呢一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祝大家個愉快嘅一日，再見。咁至於空氣質素健康指數，今日上晝健康風險預測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。咁睇埋啲分區氣温啦。